guys sing with me? There's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when it all seems hard to bear. Do not fear. Há consolo na dor. Comigo! Busque a Cristo em cada. Te podrá sanar, tu alma hará crecer. Ven, muéstrale fe. Ve con el Señor, hallarás poder, mira hacia Look unto Christ. Él te da esperanza cuando piensas que no puedes más, te aliviará. He will give you the courage when you're scared and they throw you to the night. He is the light. Look unto Christ. He will heal your soul and bring you back to life. Tente encontrar. Ele vai te ouvir e tudo mudar se a Cristo buscar. Mira hacia Olhar pro alto, se elevar, seguir sua voz. Descobrir. Calm your fears, he'll lift your souls and help you see. Open up your heart and look unto Christ. te podrá sanar, tu alma hará crecer. Tente encontrar. Ele vai te ouvir e tudo mudar se a Cristo buscar. Mira hacia Look unto Christ.如果今日有好事發生喺你身上，行前一步；如果今日有人讚你，行前一步；如果今日你有施助他人，行前一步；如果你能夠輕易同其他人建立信任，行前一步；如果你曾經感到焦慮、疑惑或恐懼，行前一步；如果你曾經獲得祈禱嘅答覆，行前一步；如果你知道神為你準備咗一個計劃；如果你曾經選擇悔改；如果你希望同你嘅家人有更好嘅關係；如果你真係唔知道點樣辨認聖靈；如果你覺得冇人明白你；如果你曾經被一首聖詩鼓舞；如果你曾經有覺得完全孤獨嘅時刻；如果你曾經喺困難中仰望耶穌基督；如果你曾經懷疑自己嘅價值，行前一步。
如果你曾經感受到耶穌基督對你嘅愛，行前一步。如果你信賴耶穌基督，行前一步。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基督，不要懷疑，不要懼怕。今日好蒙福可以同你哋一齊，我係法恩司會長，我想表達我對你哋嘅愛。我祈求你哋會感受到呢份愛，同喺每一日都感受到天父對你哋嘅愛。我好鍾意今年嘅青少年主題仰望基督，佢出自教會和聖約6章36節，其中寫到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懼怕。眾先知已經認許仰望基督會驅散懷疑同恐懼。我係弗里曼會長，而家係10月，每年嘅呢個時候，我哋通常會回顧同思考所有喺青少年主題裏面學習到嘅事。我想請各位諗下，對於今年仰望基督嘅呢個主題，佢帶咗啲咩回憶俾你哋？我回顧自己呢一年，我最鍾意嘅時刻之一，就係喺密克羅尼西亞中部嘅一個小島上面，一班青少年為我唱今年嘅主題曲。你嘅回憶可能係女青年露營，又或者係福音進修班，亦有可能係喺 FSY。但係我哋希望今晚你會諗下呢個主題，同埋喺今年佢對你有咩影響。今年我有機會對一啲青少年團體演講，教導佢哋關於轉向基督、仰望基督嘅事，去感受當佢哋喺一切事上仰望基督所獲得嘅力量同自信。當我教導呢啲事嗰陣，我感受到何倫會長所講嘅喺英文或者基督教語言入邊最鼓舞人心嘅詞語就係悔改。當我哋轉向基督，就係以各種微小而簡單嘅方法悔改。當我哋閱讀經文、祈禱、懷抱良善嘅想法同做好事嘅時候，實際上就係喺度悔改。我諗，當我哋好多時候覺得好難悔改，係因為我哋冇完全咁轉向基督。注意嗰啲青少年向救主邁出微小而簡單嘅步伐，向佢邁出簡單幾步都蘊含住力量。當我哋摒棄一啲嘅行為，想喺生活入邊作出改變嗰陣，如果我哋冇完全轉向救主，就唔會充分感受到應有嘅喜樂。真係太好啦！我好鍾意呢個喺一日裏面一次又一次咁轉向佢嘅諗法。如果我哋咁樣做，如果我哋選擇咁樣做，同俾救主指引我哋嘅腳步，奇蹟就會發生，奇妙嘅事就會發生喺我哋嘅生活之中。我哋依家就企喺加德蘭聖殿旁邊。我哋喺來跟從我裏面學習到，當時喺教會嘅事工同建立國度嘅過程中，聖徒係點樣受到切實嘅迫害。對聖徒嚟講係一段充滿懷疑同恐懼嘅時期。我諗佢哋可能必須每日再次做出轉向基督、仰望基督嘅決定，嚟記住呢個就係佢哋所追求嘅偉業。而我哋亦都需要咁樣去做。我哋每日都需要咁樣做，我哋都感受過令人痛心嘅事。我哋越經常轉向基督，就越會體驗到平安同喜樂。的確係咁啊，千真萬確。我最鍾意嘅一個故事就發生喺呢度。當時聖徒傾緊有關起呢座聖殿嘅事，佢哋為呢件事祈禱，佢哋滿懷期待。佢哋之所以有呢份嘅盼望，部分原因係因為佢哋已經蒙得應許。如果佢哋為主建造一所家宅，就會蒙得嚟自高天嘅能力。所以每個人都決定着手工作。事實上，佢哋直接嚟到呢塊農地，開始收割所有穀物。約瑟嘅哥哥海倫史密同大家一樣咁興奮，甚至可能係最興奮嘅一個。佢跑返屋企攞起工具之後，就即刻返去幫手。佢媽媽問佢要去邊，海倫話：我哋要為主興建一所家宅，而我決心要做第一個參與呢項事工嘅人。興建呢所家宅成為咗佢嘅目標，佢嘅工作同佢嘅偉業。我好鍾意嗰份嘅熱忱，正係因為嗰份仰望基督嘅熱忱，克服咗當時彌漫喺整個城市嘅懷疑同恐懼，亦都俾咗使徒佢哋嘅目的。對海倫嚟講，向主邁出嘅下一步就係攞起嗰個鏟同開始工作。
咁你攞起嘅產又係啲咩呢？有咁嘅熱枕，你又會想做啲咩呢？等我哋今日就決定向救主邁出第一步，佢已經喺度準備好支援我哋，仰望佢，感受嚟自佢嘅力量、能力同平安。當我哋完全轉向佢嘅時候，佢就會賜俾我哋安慰。你之前冇嚟過呢度係咪？係。我哋依家就喺加德蘭聖殿外面，我想帶你入去睇下，你應該會中意。一定會。咁我哋行。好，你想唔想一齊同我哋去？一齊去啦！呢度係一個神聖嘅地方，喺呢度發生過一啲神聖嘅事。1836年嘅4月3日，耶穌基督向約瑟斯密同奧利弗考德利顯現。佢之後差遣咗幾位先知嚟到，由摩西、以利亞、以萊加，佢哋復興咗聚集以色列嘅權約。加德蘭嘅故事係基督嘅故事。我好中意呢個故事，我哋可以打開第109篇，因為我哋企喺呢度就係當年作出奉獻祈禱嘅地方。喺第109篇裏面，我最中意嘅其中一節經文就係第22節，佢話：神聖的父，我們祈求你，使你的僕人能以你的能力武裝起來，從這家宅出去，使你的名能在他們身上，你的榮耀在他們四周，你的天使負責照顧他們。無論喺當時定係依家，聖殿都係充滿大能嘅地方同埋避難所。聖殿係幫助我哋可以克服恐懼同懷疑同仰望基督嘅地方。我好中意呢節經文，我祈求我哋會一直記得，甚至喺聖餐聚會嘅時候都會記得我哋蒙得能力。當我哋領受聖餐嘅時候，嗰節經文就會更生動。我哋承受救主嘅名，佢嘅榮耀喺我哋身上。當我哋離開嘅時候，就可以做更多嘅事。佢嘅天使亦會更照顧我哋。我哋邀請你由今日開始就承擔起呢項託付，更完全咁承受佢嘅名，喺每一個思想上都仰望佢。或者我哋會以唔同嘅方式開始每一日。我哋祈禱以轉向神去開始新嘅一日。或者你可以承諾每一日都沉浸喺經文中，每日至少讀一節經文。如果我哋配稱獲得聖靈推薦書進入聖殿會點呢？做家寶又點呢？嗰啲邁向基督嘅每一小步。冇錯，另一小步可以係無論你去到邊，亦無論你做啲咩，你生活嘅方式都可以邀請聖靈成為你嘅經常伴侶。當感受到呢種持續嘅陪伴，就會有決心更完全咁轉向基督。或者生活入邊有啲事仲未解決，我懇求同邀請你去悔改，去擺脫呢啲事，完全咁樣轉向基督，容許佢用佢先做到嘅方式嚟醫治你。或者你就嚟要接受父親嘅祝福，甚至準備接受教長祝福。你要同你嘅主教會面，請佢幫你知道要獲得教長祝福同聽到主特別對你講嘅話，下一步應該要點做？或者你需要原諒人，或者參加福音進修班，更完全咁轉向救主。你係福音進修班教師？我曾經係福音進修班教師。好好啊！福音進修班係其中一樣我最中意嘅嘢。或者你會考慮依家就準備去傳道，繼續嗰項聚集同鞏固聖徒嘅偉大事工。我嘅傳道對我嚟講意義重大，徹底咁改變咗我嘅人生。我祈求你會諗下自己可以做啲咩，先能夠更完全咁轉向主。恐懼同懷疑可能會偷偷地出現，所以就係點解我哋要記住要向主邁出嗰啲簡單嘅步伐，完全咁轉向佢，了解佢，應許咗佢俾我哋嘅力量。早期嘅聖徒海倫同約瑟都有恐懼同擔憂，但因為佢哋專注喺微小而簡單嘅事，加上所懷住嘅嗰份熱枕同快樂，而將懷疑同恐懼驅散。我中意喺呢個地方思量呢座建築。我哋可以再講返海倫。海倫知道自己嘅目標。如果依家係1836年，我會同大家講，攞起你嗰把鏟。但係依家係2025年，諗下今日你會拎起一把點樣嘅鏟？可能係接受我哋啱啱講到嘅一項邀請，
向往耶穌基督，向前邁進，加深你同佢嘅關係。跟住落嚟，12使徒定額組會長傑弗瑞·可倫會分享佢嘅諗法同見證。喺佢分享嘅時候，請留意你嘅感受同埋諗法。我保證你會知道喺生活入邊可以做啲咩微小而簡單嘅改變嚟感受到救主嘅愛。喺可倫會長作見證之後，熒幕上會出現一條問題。我哋希望你會同今晚一齊睇呢場轉播嘅每個人一齊回答呢條問題。喺你有需要嘅時候，仰望基督係點樣幫到你？今日你會採取邊啲具體嘅行動嚟繼續仰望佢？我知道耶穌基督係我哋嘅力量。我知道只要我哋聆聽聖靈嘅提示同給予回應，佢就唔會令我哋失望。然後我哋會蒙得指引，喺每個思想上都仰望基督。我為此作見證，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天上同地上都為加德蘭嘅人民而聯合起嚟。我祈求當你更完全咁轉向基督嘅時候，天上同地上亦會為你而聯合起嚟。基督最熱切嘅盼望就係接納你，轉向佢，喺每個思想上都仰望佢，就好俾嗰啲疑惑同埋恐懼消散。我保證，只要你全心轉向基督，仰望佢，效法佢，呢啲事就會發生。耶穌活着，佢係基督。我為此作見證，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I'm thrilled to join 我非常開心能夠同法恩斯會長同埋弗里曼會長一齊嚟總結我哋嘅主題，就係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恐懼。我太老啦，當宣佈有好似我呢個年齡嘅人要講嘢嘅時候，肯定會有啲人走咗去。但事實上，仲好似我咁笨拙嘅老人家參加場青年嘅節目，至少喺呢個主題上面都仲會有一啲嘅價值。呢種價值可以用荷倫姊妹放喺我哋床頭櫃上面嘅呢句簡單名言嚟概括，就係時下未能領悟嘅課題，只有歲月能夠教識我哋。我花一啲時間嚟諗下我哋歲月同埋你哋嘅歲月。女青年同阿倫聖職嘅時段光陰，應該係你哋一生中最快樂嘅時光之一，充滿樂趣，有一啲嘅自由，亦都冇太多嘅責任。但係呢段旅程中，我哋已經開始面對將來塑造我哋人生同未來嘅活動嘅抉擇。呢段時光由11或者12歲開始，困難相對比較少。到19至到20歲左右，到咗嗰個時候，除咗2-3件你仲未決定嘅事之外，你幾乎已經做咗一生中所有重要嘅決定。開始嘅時候，你仲係住喺父母屋企，按照佢哋嘅期望過生活，按部就班咁返學、返教會。你每個同年齡嘅人都係咁做。但更嚴肅同更繁重嘅責任，亦確實開始出現。你嘅父母同教會領袖會關心你嘅朋友係邊個，因為你到咗16歲嘅時候就可以開始約會。你要同邊個約會呢？係你嘅朋友。所以我哋唔希望你太早進入認真嘅戀愛關係。點解呢？因為你已經去過聖殿執行一啲教義。再過幾年，你就要去聖殿接受你個人嘅恩道門。當你欣然接受我哋喺聖殿中向天父所作出嘅承諾之後，生活一定會變得唔同。隨住身心、學業同社交方面嘅成熟，隨住傳道，我哋進入20歲呢個年齡層，我所稱為抉擇嘅10年就會結束。喺呢度暫停一下，我希望你哋留意我所講嘅增加嘅責任。例如，你由聖殿返嚟
同傳道返鄉之後要點樣生活，都會顯示出你嘅責任感發展成點，以及未來主可以託付你去做啲乜嘢事。喺討論呢個話題嘅時候，請容許我對大家講，我決定去傳道，係我一生之中最能改變生命、最能影響世界嘅經驗。我堅持認為，冇邊個男青年喺傳教嗰陣所受嘅影響，比我所接受嘅更大。由嗰時開始，發生喺我身上嘅每一件好事，都源係於我喺大不列顛服務嘅嗰2年。如果我話彩虹嘅盡頭有一桶貨真價實嘅黃金，咁就係接受你嘅聖殿恩導門同傳道嘅綜合經驗。咁講有好多原因，但係最重要嘅係呢件事係神聖嘅事工，佢已經認識你，或者呢次係你一生裏邊第一次認識佢。我必須繼續啦，唔係我就會喺呢個話題上講足成日。但係要記住，我嘅傳教對我嚟講，絕對係意義重大，同代表住一切。我講呢啲事都係為咗將重點放喺我哋今年一直關注嘅主題上面，就係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懷疑，不要恐懼。今日我喺俄亥俄州加德蘭處理教會事務，就好似1830年喺呢度遭遇困難嘅聖徒一樣。我哋一定要迅速咁作出決定。而喺我哋未來嘅人生嘅某啲情況下，呢啲決定會係好重要嘅。諗諗呢啲先驅者對而家數百萬人嘅生活產生咗咩影響呢？佢哋雖然遇到對立，但係仍然繼續前進。可惜有啲人並冇前進，亦冇追隨教會嘅領袖。嗰啲偏離嘅人喺教會同個人嘅家庭歷史裏邊留低咗悲傷嘅故事。有啲人唔記得神嘅邀請，沒有喺每一個思想上都仰望我，不要懷疑。喺目前抉擇嘅10年或任何10年裏邊，呢一節係我對男女青年最重要嘅經文之一。即使喺而家，我哋都睇到少數嘅成人喺不必要嘅情況之下，輕率咁懷疑，最終造成靈性嘅終結。無論喺年青人或者老年人，有啲人背離緊救恩嘅教義同永恆嘅聖約。基督曾經為此而死，而我哋已經承諾要遵守呢啲聖約。最後，不要懼怕，講到我哋或者都能夠感同身受咁樣嘅一種嘅誘惑。我哋每個人喺某啲時候會感到恐懼，係可以理解嘅。弗里曼會長、法恩斯會長、總會長團同12使徒定額組，你哋嘅父母、顧問同教師，甚至好似我咁年邁嘅曾祖父，我哋喺我哋嘅歲月中學到嘅課題，你哋喺你哋嘅時日中仲未有機會領悟。請相信我，去了解一下點解我哋自願花費大量嘅時間做呢啲事呢？要知道，你哋而家行緊嘅道路，我哋已經行過；你哋面對緊嘅問題，我哋都曾經面對過。仰望神，唔好俾懷疑去遮蔽你嘅道路，不要懼怕。加德蘭聖徒就係咁樣生活，佢哋喺呢個過程中拯救咗教會，亦拯救咗佢哋嘅後代。好，我想聽下你哋嘅見證。但係開始之前，我想先留低我嘅見證。年輕嘅朋友，喺呢個世界上，我最確定嘅一件事，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係真實嘅。福音又係通往平安同救恩嘅道路。我知道約瑟斯密正正喺你哋咁樣嘅年齡見到神，
永恆嘅父同佢嘅兒子耶穌基督。我讀過好多本書，但我知道《摩爾門經》係我一生讀過嘅書裏邊最重要嘅一本。我知道呢啲事係因為我曾經喺每個思想上都仰望神。我曾經試過擱置我嘅疑問，幾乎每次都喺後來得到解答。因為有你哋，我唔擔心教會嘅未來。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